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2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列王纪上卷11章26节到40节，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应当知道明白主人的心意，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就如同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让子的故事当中谈到了的大儿子一样，最末了我们发现这一位长子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根本不在乎父亲上帝的旨意。他是一个不良的仆人典范，就如同那一位领了1000却不做事的仆人一样，以为自己非常明白主人的旨意，其实并不是如此。主的仆人应当要尽力去了解明白的上帝的旨意，不能追求自己的喜好而违背上帝的旨意。我们所熟知的那一位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他年老的时候选择了违背上帝的旨意，去敬拜了西顿人神明亚斯他路、摩押的神明基莫，以及亚门人的神明莫洛，离开了上帝的道路，引起了上帝的生气。圣经记载说，上帝对耶罗波安的应许，另外一个敌对所罗门的人就是王的臣子以法莲的喜利达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他的母亲是寡妇，叫希鲁雅。以下就是他反叛的经过。当所罗门填平耶路撒冷城东的米罗瓦地和修理城墙的时候，耶罗波安是一位能干的青年。所罗门发现他工作认真，就派他监督所有在马拿西和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劳工。有一天，耶罗波安从耶路撒冷出来，示罗人亚西亚先知在路上遇见他。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的衣服，那时候在旷野里只有他2人。亚西亚把衣服脱下来，撕成12片，然后对耶罗波安说：“你拿10片去，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你说，我要从所罗门那里把国权夺走，给你10个自主。但为了我的仆人大卫，为了这一座我从以色列全境选来归属自己的耶路撒冷城，所罗门还可以保留一个支族。所以我之所以这样来做，是因为所罗门离弃了我，去拜外国的神明，就是西顿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莫、亚门的神摩洛。所罗门违背了我，他犯了过错，没有像他父亲大卫那样遵守我的法律诫命。但我不从他那里把整个国家夺走，我会让他活的时候继续掌权。我这样做是为了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因为他遵从了我的法律诫命。我要从所罗门的儿子身上把国权夺走，
给你10个知足，但是让所罗门的儿子保留1个知足，这样我就永远有一个我仆人大卫的后代统治耶路撒冷。这城就是我选择做敬拜我的地方。耶罗波安啊，我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你将统治你所希望得到的领土。如果你完全的听从我，做我所喜悦的事，遵守我的法律，实行我的命令，像我的仆人大卫一样，我就永远与你同在。我会使你做以色列的王，并且使你的后代继续的统治，正如我向大卫所做的一样。我要因所罗门的罪惩罚大卫的后代，但这惩罚不是永远的。于是所罗门设法要杀耶罗波安，但是耶罗波安逃到埃及王示撒那里去，住在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去世才回国。我们看到的所罗门王，这是以色列王所罗门，他那个时期的全盛，也因为所罗门追求的私欲而离开了上帝的道路，还没有执守上帝所赐的呼召，还有这个旨意，所以上帝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好的仆人来代替所罗门王。但是慈悲怜悯的上帝并没有因此就对所罗门来赶尽杀绝，还留着一个小邦邑给所罗门王。保罗是一位标准的上帝的仆人，因此在许多的作为上，他以上帝为思考，也因此担心着其他的使徒提多，也得到上帝的保守。是的，我们基督徒主的仆人应当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追求主的恩典，顺服上帝的命令。哥林多后书第2章12节到17节这样的提到当时候保罗的作为。保罗的焦虑，我到特洛亚传福音的时候，主已经开了我的工作的门，可是因为没有遇见我的兄弟提多，我心里非常焦虑。于是我向当地人告别，到马其顿去。14节以后的标题是靠基督得胜。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时常的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他又使我们到处散播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好比基督献给了上帝的馨香之气，散播了那些得救和失丧的人身上。对那些失丧的人，这气味成为致死的臭气；对于那些得救的人，这气味却成了得生命的香气。谁能担当这重大的任务呢？我们不像许许多多的人把上帝的信息当成商品叫卖，因为上帝指派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以基督仆人的身份诚诚恳恳地宣扬信息。保罗不是将上帝的信息变成了自己的益处去行销，
却是以诚恳的心志来服侍上帝，传扬福音。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差派他的旨意，这样的心志是基督徒应当要学习、坚持，并且活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诗篇50篇第1节到第6节，真诚的敬拜。上主大能者的上帝发言，从日出到日落之地发出呼喊，从最纯美壮丽的锡安城，上帝发射光辉。我们的上帝要来临，并非默默无声。他的前面有烈火，他的四周有风暴。他传唤天地作证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他说：召集我忠贞的子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一些用生计跟我立约的人。诸天宣布上帝的公义，上帝自己是审判者。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仆人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坚定地走在你的道路，不被私利，不被自己的思想、喜好而阻挡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